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要拨1400亿的税金，甲民众来共享经济成果。初步规划，一个人要发6000块的现金。本地呛声讲，过年要罢工的桃园航勤今仔开了资会议，资方同意增加年尾奖金甲工会诉求，解决罢工的危机。强调将针对台南议长选举贿选展开搜索，议长区里以50万交保，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甲中人用志强防升压。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讲，去年税金超收4500亿的部分，扣掉分配地方政府补贴劳健保，搁有定价补贴，要拨1400亿的税金来甲民众共享经济的成果。初步是规划讲，一个人要发6000块的现金，中价收入户甲低收入户会搁增加。对于1800亿，准备预留400亿来应付不时之需，但其余1400亿来让全民从小到老能够共享经济成果，每人6000元，不需要再经修法程序，最快能够在农历过年前，让低收入户每人750块，中低收入户每人500块的加花，能够每个月入账。那同时我们能够今年1年都照这样来做。苏贞昌表示讲，初步是规划讲，一个人发6000块，全国计共有2335万人来计算哦，大约是1400亿。等待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搁再编列预算，送立法院来审查。即届会以汇款的方式，直接把现金汇入去民众的户头，大概是2月底3月初哦，应该就会当领到钱。再来看疫情的炭烧，本土甲境外确诊病例数拢增加。有感染科专家就警告讲，新的变种病毒的炭 BA.5 的病例数已经减少了 ，BQ.1 恐惊会真做是后一波咱国内上时行的病毒，嘛可能有无共款的病毒未来未去，所以呼吁民众就要赶紧去做新配方的疫苗。一针注落去，就会当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不少民众烦恼国门开放，春节出国旅游的人变多，也有带上中国反台季节，恐惊互疫情阁升悬。特别请假来注疫苗。台北城市市场疫苗注射站早起250名额，都已经互预约了啊。因为最近疫情又升温嘛，然后又有新的变种病毒，那我想我们还是先来把第4剂打完会比较安心。还是打一下外国的疫苗好了。对啊，尤其有次世代的就打次世代啊。原本指挥中心预估，Omicron第3波疫情高峰可能落伫农历春节过了后，单日病例大约4万例，不过顶礼拜病例增幅4成2，所以中心校正，高峰单日个案可能超过4万例，而且中和感染率大约5%，也在增加中。专家是警告，新型变异株搁起来。本土 BA.5 变异株占比下降，为后尾的经验来看 ，BQ.1 恐惊加做后一波国内主流变异株，甚至不排除社区有多种病毒流行。说不定是同时在台湾的社区里面有2种新的变种病毒在那边传来传去，那这个会使得第一个双重感染的人会变多，然后再来呢，疾病可能会说不定会变得比较严重。专家提醒，农历春节要到啊，有其社区传播风险增加，建议出来有长者也是高风险族群，也未住对家济的人，把感染确诊已经康复满3个月的人，甲春节进前有亲戚朋友为国外返台的人，应该赶紧做次世代疫苗来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传出讲有可能会伫过年罢工的桃园航勤，今仔开了资会议，资方是表示讲会增加年尾奖金，工会6大诉求嘛会分阶段来实施，所以工会即马表示讲过年无要罢工咯。通裤衫写大大的笔字，桃园航勤企业部门疫情期间一直执勤，不过不知年终奖金甲母公司中华航空有落差，而且公司为民国89年都无换过团体协约，津贴早就接袂到通货膨胀，工会要求资方面对优化劳动条件。
陶勤公司现在目前比较这个职等比较低，还有职等比较高，大概综合一下，觉得这6项是有一个必须有急迫性，而且需要立即调整的这些事项，所以我们才会去递送这个劳动局来去跟公司去做调解。那很遗憾的，30号那一天就谈判的破裂。企业工会伫12月送出劳资证据，调解到桃园市劳动局，主要是6大诉求甲资方讲明话，包含调整夜间津贴，为50块调整到75块，另外要求调薪4%，年终1个月加8万，也争取疫情鼓励金15000。工会也希望津贴应调悬，搁建立常态升级的制度，也互非编制人员有转任的机会甲时间表。进前因为协调破裂，工会已经用合法发起罢工投票。这时早起，陶琴由董事长亲身出来开紧急会议，双方重启谈判。桃园市劳动局也注意会议的进度。现在其实算是已经不成立的状态，所以包含我们市政府啊，还有像交通部啊，大家都很努力的，就是私底下也是不断的在做这个劳资双方协商的工作这样。跟绩效的联动这个部分，除非他们公司的内规或者是其他部分，你要做一些修改，不然以现况的方式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绩效挂赛。航空学者分析，航勤罢工影响的层面真大，加上有外国色彩，都看交通部甲劳资三方要如何平衡。接近中昼，双方协商结束。根据了解，资方答应提悬年终奖金，也承诺分阶段实施工会提出的6大诉求。双方会继续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检调查台南市政府议长的选举贿选，将进行搜索，嘛，指示民进党的议长区里里、副议长林志典、高李文俊、张世贤、李定国等议员。议长区里里是以50万块交保，前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甲中人杨志强，检方已经申请羁押禁见了。收到交保裁定，议长区里里的朋友随早50万来办理手续。检方伫前一天大规模约谈搜索，包含议长区里里、副议长林志典等人，拢交案说明问了后，议长区里里50万交保，副议长林志典20万交保，议员黄丽娇、李文俊、张世贤、李定国分别是10万到25万不等交保。另外，李文俊甲李定国的亲友因为涉案，也是交保候传。经检察官讯问后，将郭姓及杨姓被告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也若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以及着燕山企业集团总裁杨志强，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也被告案。我们尊重那个检调的调查，勿忘勿重。相信检调机关会以着勿忘勿重的精神来进行一切的相关调查。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也表示支持检调彻查到底，民进党也启动廉政会来了解。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尊重司法侦办，也希望检调司法机关尽速厘清真相，来让市民朋友们以及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能知道。对前一天早起发动搜索透明侦讯，各路机关含关的人拢陆陆续续交保，不过因拢闪开媒体，不愿意加做回应。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中常委萧景腾涉嫌替台北市议员林信仪买票，调查人员上门的时，伊个选择和检方通缉了后，暂时主动到案来说明，落尾是以800万交保。检方伫讯问了后，认定讲萧景腾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拔法，嫌疑重大，有逃亡、串证甲灭证的可能，向法院申请羁押。也毋过法官是认为讲，伊家己已经主动到案说明，应该就无逃亡的疑虑咯，所以是以800万交保。萧景腾昨行出法院，并无发表意见。士林地检署嘛表示讲，因会个提出控告。再来看台北市立委补选，这礼拜日就要投票，下晡3点嘛举办15分钟的政见说明会。国民党的王宏维今仔早起是质疑讲，民进党吴怡农拒绝辩论，伊应该爱公开来对外说明理由。吴怡农是讲伊无想要选举，转喙烂。今仔早起，伊是甲民进党的代理主席陈其迈做伙扫街拜票。今仔暗时，副总统赖清德会来帮伊徛台邮票。
台北市立委补选已经来到倒拍算的时间，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伫个车市挑工上白替吴怡农来助阵。陈其迈对这个选情真有信心，伊认为讲吴怡农袂讲甲喙角招破咧共抹黑，伊脚踏实地来采一个新的选举文化。下晡个要上场政见说明会，吴怡农嘛会来正面来出战。过去这5个礼拜，我的对手对我的任何的主张没有提出具体的批评、具体的想法，这样是很难辩论的。我相信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政见发表会中，也会看到我们2个之间的不同。因为这边的政见说明会，敢若采一轮的发言10多分钟。国民党王宏维是伫个面册顶悬打出政见的辩论会的登记文件，要伊讲吴怡农比伊较早来登记，是不是会来拒绝辩论？应该爱甲外界来甲讲个清楚。否则的话，照理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候选人大家都愿意采取辩论的话，那也许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一个辩论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政见。吴宏维伫个车市有台北市议员陈炳富来陪同，就伫个中山区来做车队设计。吴怡农早起，除了讲有代理主席陈其迈和议员相挺，暗时副总统赖清德嘛来出示庙口的开讲。对这件代志，王宏维伊是咧口说讲，吴怡农是小英的查甫囡仔，唔知上尾是唔是会找蔡英文来徛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各地发生性案，国民党团今仔早起是开记者会批评讲，警方的纪律无好，民间的清洁问题，政府拢应该爱重视，嘛要求讲政府应该赶紧互民众一个交代。国民党团早起开记者会，批评最近清洁案真多，治安败坏，清洁问题拢应该受到重视，政府爱做出交代。蔡英文总统、孙昌院长。你们对于街头上这么多的枪支，你们管是不管？你们有没有关心？还是你只会把相关的法案送到立法院来修选罢法，就想要解决黑金枪毒吗？台南市警局三线一车秘书室主任曾武玲涉嫌恐吓处宰案件，重创警察形象，治安问题大家拢真关心。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甲警政署长黄明昭拢讲同会，表示曾武玲的案件互人真痛心，国民党团也画下中央，爱整顿警界风气。警纪可以说是从上烂到下，3线1星的高级警官，他都能够知法犯法。台南警察局长在前几年2年内换了4个，大家都还这个记忆犹新。我们绝对不会去行使不会去宽待，就会从严就办。警政署也进一步表示，会细心面对问题，提出相关检讨，查处关键防疫案件绝对袂暗藏。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真久拢无雨水咯，闸门水库的水是愈来愈少。伫去年的12月初哦，台南已经减压供水，嘉南地区一期的稻作嘛已经全面休耕。水利署去年底开始嘛伫水库的做人工湖，也毋过效果是无介好。闸门水库目前哦只剩28%的水量。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嘛去实际来了解。趁这几天乌阴，工作人员紧伫水库边仔放吹雨火焰剂。闸门水库集水区已经1年多拢无落大雨，为了增加水库的扣水量，南水局自去年底开始，就一直咧做人工吹雨的工课，效果算是真有限。到测试透早为止，扣水量也是干那28%。北部的水库都要多到水调节性放水，但南部像我们曾文水库只剩28%。所以我们很感谢农民、各界大家一起配合，政府也都有配套措施。行政长苏贞昌、经济部长王美花测试特别落南来巡水情，因为闸门水库水情暗倒，台南自去年12月初就变做全台湾唯一一个水情灯号黄色减压送水管区。今仔嘉南的一期钓自去年开始，就部分是无水潭好引产，今年佫是全部拢停。非常重要就是用万通的方式，就是南北向怎么样互相的调度？对台湾来讲，要开新的水库都不太可能。极端气候互台湾各地雨量差真济，经济部嘛讲，因当咧研究安怎做南北的调配。不过，若是南部阁无落雨，恐惊用水会阁愈食力。苏贞昌也指示经济部等部会协商工业、民生等等的用水调度，保民众用水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2021年底，高雄凤山市林的一家伙4人伫过车路的时，和一个啉酒赛车的驾驶弄到，妈妈死亡，爸爸甲2个查囝重伤。刑事的部分，1审的法官是判驾驶黄子尧7年10个月有期徒，检察官不服，搁再上诉。今仔早起2审开庭，爸爸是指控对方讲弄死人拢无回失的，虽然讲愿意赔偿3500多万。也毋过私底下拢脱产咯。爸爸是呼吁政府应该甲啉酒赛车弄死人，加当作杀人罪，赶紧受罚。自从2021年12月26发生车祸到今已经1冬外，重伤的林先生有关行动不便。当时黄子勇无驾照，搁借酒赛车弄到林先生一口罩，造成林先生甲2个查某囝重伤，牵手死亡。1审高雄地方法院认定黄子勇酒驾致死罪，判7年10个月。检方不服上诉，今仔日2审第2届开庭。并不是如同检察官所述，被告是基于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有一路超速闯红灯的情形。刹车险的那几十公尺换算出来，他的时速高达93公里。一审法官，你有这个交通大律的初判表，全部都是公家机关自己认定的，你为什么不用？林先生不满黄子勇到今拢无当面回失的，虽然同意赔偿3500多万，不过私底下却是做出脱产等等的小动作，佮较质疑政府话讲要甲酒驾致死当作杀人罪来严罚，所以一直拢无后续的作为。政府真的拜托。立委已经超过半数了，比照同婚法，酒驾致死就是要判杀人罪。受案当中的黄子勇今仔日是由公设辩护律师陪同出庭，针对检方上诉敢是合理，伊是回应审判长无合理。不过检察官认定黄子勇有犯意，希望法官驳回1审的判决，改以杀人罪来判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警方伫台北市网家林检一个19岁生出的查甫囡仔，伊啉酒赛车，伫咧停车红灯的时阵，佮困去哦。伊互警察拍车，车佮驶的要绕跑，也毋过是互警方抓落来，嘛互伊现行犯移送法办。因为最近每月哦，台北市区有人啉酒醉，就困伫路边，身躯的钱哦拢互偷摕走，警方嘛透过监视器抓到嫌犯。车头一卡都是无反应，已经车顶啊，车停伫路中央，一直都无驶。后一秒，轿车突然加速逃走。应该是酒醉去。警员缀伫后壁，趁着车辆但安徽搁一摆就前搬走。停车一下。好。你是有喝酒哟？没有啊。不然你就开到睡着了。就算辩讲无啉酒，也毋过警方实行酒测，基本测出0.4级，驾驶的讲法直接互线民。该男子浑身酒气啊，以酒测器检测啊，发现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42毫克，求案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调查19岁生出查甫人，顶礼拜到新北广告区，甲朋友啉一罐高粱，伊讲有淡薄休困，打算要到台北网甲区去找女朋友，因要开到一半，酒醉啊，就直接伫驾驶座困去啊。另外，阁有一名查甫人，顶日啉酒了后，行路偏来偏去，最后伫台北市新城南路醉倒伫路边，迄灯光醒过来，摊仔甲票包啊，全拢碰见啦。骑乘脚踏车的犯嫌刚好路过上前查看，不但没予以协助，反而心生歹念，借机窃取被害人身上背包及皮夹等物。新城的财务风潮了了，还阁接到信用卡透露的信息。警方伫调查监视器了后，锁定55岁有侵占前科的姓吴查甫人，将伊查緝到案。也毋过伊一直拢毋讲话，又愿互警方以切到罪嫌侦办。伫要过年啊，提醒民众酒后无开车，啉酒爱适量，才袂互歹徒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有10个路口，伫去年的11月份开始使用科技执法。也毋过，劳动店店长吴秋林是认为讲，你将临时停一下车去买一下物件，还是讲货车送货，拢会互开单，因是真困扰。希望讲县政府应该提出相关的配套。民众开车临停伫路边落车买物件，也毋过拄好位置有科技执法路口，恐惊会收到违停罚单。宜兰县10个路口采用科技执法，去年11月全部上路。也毋过劳动店长吴秋玲认为，民众临停买物件，还是货车上路会拢互开单，真困扰，毋望县府推出配套。
是要上下货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停可能超过3分钟，他就把它开罚单。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县政府这边就是能够给一个配套的，应该有超过30成以上吧？30成以上，哇！对。所以为什么民众不敢停车？因为我们这边都没办法停车啦。店家报案，自从当地设置科技执法了后，唔那是货车落货无方便，生意变少啊。也毋过也有骑汽车的人认为，警方应该好好执法，才会当让大家遵守交通规则。要严格执行。怎么说？这样才会让大家习惯守交通规则。根据警方统计，去年11月到12月，宜兰县10个采用科技执法的路口违规减速，以宜兰市古城南路、中山路、甲新隆路口上济，有2555件，违规样态数量是以占用机车停单区上济，超过3000件。我们在该路段有请公所和路检机关来划设黄线，来解决这泄漏区的状况。警方讲，店家落货需求已经透过标线改善协助解决，也是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以维护安全，也当避免经济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疫情炭烧，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也毋过 WHO 的专家是呼吁讲，中国应该提供国内真正的状况，互因有法度来协助。也毋过，中国媒体报道拢是表示讲，疫情并无遐尼严重。另外，针对有真侪国家限制中国的旅客入境，也是讲要加强查验，中国嘛表示不满，讲因无法度接受。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病院急诊室，人是客家杂统统，切杀中国第一大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引用北京朝阳病院副院长董朝辉的话表示，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对大部分人来讲是相对温和。目前北京定点病院收的感染者当中，重症占比是3到4%。四川大学华西天府病院院长孔阳表示，最近3礼拜以来，重症加护病房收76名重症患者，占有症状感染者1%左右。是数据肯定是滞后的，然后也肯定是会有一些没有报上去的数据，也只能信一半一半吧。路透社报道，中国确诊数暴增，官方媒体淡化感染严重性。中国科学家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简报疫情发展，世卫咧找变种病毒细节甲更加清晰情形。呼吁中国卫生官员定期分享疫情发展甲上新的消息。不过部分专家质疑中国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另外，中国宣布1月7日开放国门，真侪公拢表示会将对来自中国旅客采取临时防疫措施。中国表示无法度接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毒株，所以没有必要针对中国采取特别入境限制。中方始终认为，各国的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有歧视性做法，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这波疫情造成中国真侪人破病，国际社会对这世界第2大经济体前途感觉真烦恼。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无稳定，中国工厂运作伫顶个月已经减少进行，欧盟已经向中国提出免费供应新冠病毒疫苗，不过坚持用家己品牌，北京当局也未回应。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印度有一个骑倒摆的查某囡仔，甲一台轿车相撞，人卡伫车底将近1点钟，横拖12公里远，不幸死亡。消息传出来哦，社会大众是真生气。有人嘛怀疑讲，这查某囡仔有防性侵害。车顶的乘客是讲哦，伊毋知有弄着人，也毋过嘛传出讲，其中有一个乘客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成员。这个妈妈眼中开弄才20岁宝贝查某囝，即马正做冰冷的尸体。太平间外口有真侪愤怒的群众，挥发进行为城中最后的正义。उस कार वाले ने हमारा बचाव नहीं करा बिल्कुल भी, और हमने अपना बचाव बहुत करने की कोशिश करी. उस कार वाले ने एकदम चढ़ा. मेरी फ्रेंड थी मेरे साथ थी, वो अंदर घुस गई थी गाड़ी के, और मैं साइड में गिर गई थी. फिर भी उस कार वाले को पता था, जानकारी थी कि उसके नीचे लड़की है. फिर भी उसने ना रोका ना कुछ करा, उसने एक बार आगे पीछे करी, तेज आगे पीछे करी, वो फिर सीधा ले गया。这代志是发生在元旦这一天，少年女子被车弄倒了后，身体卡在车底将近1点钟，拖行12公里才死亡，因为身体无穿衫，怀疑物质性侵。जिसमें शॉक एंड हेमरेज उसका मेन कारण है, और जो ये डेथ है ये
जो ड्रैगिंग है बॉडी की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हुई है।根据印度几个监视器显示，查某囡仔身体就卡伫车底，一直到警方锁定车进前，至少有5通报案电话，车顶包含驾驶，总共5人已经获警方抓到，被控杀人罪加过失致死。因表示车是招来，承认酒后驶车，看见没弄机车了后，真惊吓将车驶走，无意识到这查某囡仔卡伫车下骹被拖行，也因为汽车音响开伤大声。无听到查某囡仔的叫声。负责执政当地的小老百姓党车子去联邦政府前面当地副总统萨科纳的办公室外口抗议爱落台。小老百姓党发言人巴拉德瓦表示，被告当中有一人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成员，不过萨科纳甲警方足够以隐瞒这个资讯。萨科纳对这案件凶手的领会行为感觉真着惊，表示会监督这案件调查情形。当地国家首都合区首长克里瓦尔表示，就算被告有高度政治关系，议员爱大家架构，绝对无容忍这种代志发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全球的海空航运业务，豆豆啊行出疫情，也毋过伫南半球的纽西兰甲澳洲哦，所传出讲有大型邮轮顶头，因为有奇怪的微生物咧探，所以邮轮轰挡伫外海，也毋过真加载哦，毋是传染性的疾病。这边红当地的纽澳外海袂当入来的邮轮，维京6号星号算是挪威准公司维京邮轮的集团。6号星号是伫2018年完工，是维京集团第5只越洋的大型邮轮，拢总有14盏甲板，465个房间，伊的载客量有930人，食水量是约要48000吨。这座行程原本是要驶纽西兰和澳洲东南海峡，不过从顶个月的月底，耶诞节开始，包含纽西兰的基督城、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拢总3个港口都拒绝这个6号星号入来挖港。旅客当然嘛无法度落船来游览，伫个夏年暝风逼伫个海顶来度过。Most of the people I think on the ship have kept their cool.And have maintained a sense of humor. I think everybody is very tired of it. The ship is beautiful, but you know, there's only so much space to explore. 纽澳各地港口拒绝6号星号挖港的理由是讲，伫船身顶悬有发现到讲有条外来种的生物，亲像是海草这类的物件。各地港务和这个水产机关嘛认为讲，假使6号星号入来挖港，安尼这个非本土的物种就可能会入来，会来破坏原本的生态体系。所以讲，有关国家政府的要求，先爱甲船身顶悬条条的杂物甲气度清气，才会当引准6号星号入来。外景报道讲，从耶诞节过转港26到即马，拢总有8天外，6号星号已经有超过4个原定挖港的港口。后一个入港的机会是伫个1月初4，地点是雪梨。当然，假使讲到时阵，船身顶悬若是还佫有条不明的生物，旅客同款是无法度落船。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酒驾坏危机，咱即马是真严重，是国安的问题。台北市政府拍算讲，头一胎的补助要对2万块并倍，要增加做4万块，即马真做全国上悬咯。第2胎要补助4万5，生3胎以上是5万。台北市民政局按算这新办法，会伫4月初4预防节来公布实施。口角真大声，阁有一个新生命报道。也毋过少数华问题有困难解，台北市政府就计划增加生育补助，第1胎为原先的2万提悬到4万，也是全国上悬。等于讲加倍送，就第1胎4万，第2胎4万5，第3胎5万。民政局拟定2套方案，就等市长朱万安确定是要为4月实施，还是要回溯到去年12月25迄天出世的新生儿也适用。看卖最近几年北市人口总数变化，为2018年264万一路降，2022年更加是搬超过250万，扣除疫情造成的囤积，其实出生数一直减少也是因素。2018年还有约2万3个新生儿，到2022年却只有1万4000多个婴仔出世，比2018年减少1000多人，也毋过提悬生育补助，敢真正会当提悬民众生育的意愿嘞？不会耶，毕竟一开始只有4万嘛，但是后续的花费还是一笔蛮大的。不会。为什么不会？重点是后面养育啊，不是一开始那个津贴这样子。
台湾的出生率下降幅度比真侪国家也较紧。妇女身体基金会观察，一场妈妈是今麦社会普遍的现象，呼吁政府爱投入大量的资源，建构优先职场。第一个，你要必须在制度上就是支持男性要参与照顾；再来，公共托育的比例是要必须在短期内快速的拉上来；再来就是友善职场的改革，政府能够推动所谓的弹性请假的制度。妇女身体基金会表示，以我53岁以下送托率大大成长来看，政府伫0到2岁托育政策真有限，名额少人侪，女性伫工作育儿之间两并收，自然更加无愿意生了。记者综合报道。婚害防治法今仔第4届协商，也毋过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是指控讲，因昨常常收到国民健康署的通知哦，之前讨论的内容全部拢变盘，因为有风声讲哦，这是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要求讲署家离婚的工具毋通管制。也毋过国民健康署是表示讲，会修改条文，主要是因为卫生机关伫管理顶头会有困难。婚害防治法修法，各界甲家庭团体拢真关心。经过真侪摆朝野协商，各党派立委共识，将加结婚载具纳管、免宣传广告加未满20岁未当买。是要甲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指控，前一天收到通知，相关条文拢被推翻。鸡喙变鸭喙，进前拢讲甲遮好听，大家来甲管理，让青年人不能接触，不要给他做宣传广告。言犹在耳。上礼拜大家讲的好兴奋现在呢，好悲惨翻车现场。被指是大型警察现场，为福部国民健康署有话要讲。署长吴兆军回应，婚害防治法本身是对婚品的管制，国际上无往例用依循，所以无法度定期加节期或者是载具。另外，卫生机关伫管理顶管有执行的困难。国民健康署也没有能力去管这个电子商品的安全性，还有相关的标示原则等，那是有相关的单位在做管理。所以呢，在整体上来讲，卫生机关是没有办法去执行。因为洲这期加结婚若开放进口，如果有上1,000亿的商机，上大获利者就是美国，所以可能是做到美方施压。不过，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强调，加结婚的载具也是会被管理。反过来讲，凡没有被通过的，它就是非法，从此可以取缔。这样的话就从切身为民变成完全清楚有合法跟非法2种样态了啊。被怀疑是替美国婚商大开后门，未来会加做予更较侪少年人结婚。苏巧慧强调，赞同各部会会依照专业管理。民进党立场就是加结婚就是爱管理。记者综合报道。用电大户条款实施2冬以来，效果是无介好。工业区厝顶设太阳能供电设备的比例阁无到4%哦。今仔包括绿色和平在内15个民间团体是去经济部定前抗议。用电大户叫不动，用电大户叫不动，近邻转型白日梦，近邻转型白日梦。绿色和平带头15个能源甲环境相关的民间团体向经济部交出定情书，因认为用电大户条款实施2冬以来，企业工厂伫厝顶设立太阳能发电板的进度伤慢。他们的工业区屋顶呢，现在他们的光电设置率不到4%哦，而且在条款生效里面的这2年呢，才增加了1%哦。那这是经济部跟能源局非常重大的一个决策失误。面对国际2050年要做到碳排放全无的目标，民间团体提出诉求，包括建立更较侪方案来鼓励企业设立厝顶供电设备，提高用电大户使用绿色能源的比例，严格规定用电大户的认定标准等等。上重要的是，政府爱随时监督用电大户能源转型的进度，至少要有每2年的这个时程，让用电大户知道我该怎么准备，要依据政府的资讯公开法，要早点公布用电大户的名单，让全民一起来监督，一起来检视，让他们去尽他们应有的任务。法制的检讨需要一点时间啦，哈。那我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 NGO 其实对我们的绿能的推动给我们很多的建议。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诚心来把逐条各位提的建议来做一个详细的检讨，但是就是1个月整体法制需要还是不太足够，我们要更完善一点，所以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经济部能源局表示，今年会来检讨用电大户条款的实行效果，因为听书复杂，望社会给予因一寡时间。记者麦上谢桂林台北报道。政府发出讲，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去年的3月底，国发会嘛提出减碳的路径。12月底又搁公布12项重要的战略。也毋过有专家学者是认为讲，咱的政府确实是有心哦，也毋过做法伤过保守咯。国发会12月28公布台湾2050年净零碳排的战略，估计2030年要减碳24%左右。国务会也针对目标提出做法。台湾科技媒体中心测试邀请专家学者评论中央的净零战略，民间团体甲学者批评，这内容对袂到国际要求，2030年减45%的要求，而且欠缺长期完整的规划甲方法。在面对净零上面的话，要跳脱原本既有的行政的框架，整个预算规模跟他们习惯的过往的部分都要再增加10倍的时候，这中间就会出现到一些能力方面的落差。学者指出，目前2030年的目标受过保守。伫国发会发表现场，国发会强调大量的减碳能力寄望伫未来新科技的发展，但是这个讲法也受到学者批评。我们呢，先不要做，等以后未来发展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减量的科技。大便车坐享其成，那就是缺乏了公德心。学者指出，部分部门是无够拍拼，无意识到净零的重要性。民众普遍对气候变迁的议题真要义，但是有学者认为，民众相关的知识量是真欠。我们的未来世代的生死的这个大事，没有这样子一个认知，那这是一般的民众加上一些知识分子的官员里面。而且是长官里面，可能有很多也是这个样子。学者指出，官方的战略欠缺碳税等等的规划，报告内底要透过种树啊来增加碳汇、进口轻零等等方法，也无可行性的规划。大部分学者肯定中央行出第一步，但是嘛批评欠缺更较有路的规划。记者郭本调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的东山，昨有一台沙石啊车去弄到人哦，因为天色真暗，司机无真足看路，跟他亲像有冲红灯，去弄到一个过车路的查某搁重伤哦。这个学生啊，当场都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是有缺乏性命的现象，目前搁在抢救。斑马线道车顶，一个学生准备过车路，想要到一台沙石车，为加油站驶出来，疑似违规弄红灯，就安尼直接弄到女学生。因为尾暗啊天较暗，现场的人也看不清楚，弄到是查甫也是查某。我看到的时候，那个弟弟已经在那边挣扎了。是男的女的，你知道吗？看不到，这时候已经晚上看不到。这高中女学生当场卡在车底，无喘气心跳，因为弄声音，附近人拢走出来看，其中就住伫车路对面的女学生阿嬷认出卡在车底就是家己的查某孙，马上就哭出来。我看到是伊车驶慢慢出来，我才哭安尼尔。因阿嬷出来看，才知影讲家己的人啊。这表情真歹啊，安尼阿因爸人哭干的啊。现场的雨愈落愈大，警方初步判定驾驶无注意头前路况，加上疑似弄红灯，才会造成追究。让砂石车要右转，疑似未注意前车的状况。他砂石车驾驶没有酒驾的情形，那行人经送医，目前还在抢救当中。女学生送医了后，恢复生命现象，不过有生命危险。尤其顶个月2次车祸发生，大众公车弄死无惊意外，即马还有3车车弄到人。路人什么时阵用得到应该有路权？大家拢在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动保团体今仔指出讲，虽然动保法有禁止卖掠动物的山猪条、撇啊这工具，也毋过伫网络平台拢有通买，对野生动物来讲危害是真大。所以批评讲农委会拢无在管理，要求农委会应该严格执法。狗仔也是猫仔，常常互违法的手撇仔夹到，相片看起来真残忍。虽然动保法有规定，手撇仔是禁止用来掠动物，嘛袂当制作买卖，但是动保团体伫网络看到真侪社群、电商平台，并且咧卖。农家买卖囤积，他的理由都是我是来抓老鼠的。可是你看，现在这几个月这样子下来，看到就是像石虎也好，像小七也好。他们都不是所谓的保育，它都不是所谓的小老鼠。
动保团体表示，虽然伫动保法有规定，违法使用手票啊，通处罚1万5到7万5，不过抓到的人数完全未符黑白坑的数量，只要无承认就无代志。因认为农委会要依法撤掉买卖网页，并对卖人拢处罚，对查源头，毋是伫发现问题了后，买回讲卖人是对中国白台进口，所以就无法度抓。我们发动很多的使用者自己去跟他那个平台讲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是已经下架了。但我们发现说，现在最大的就是像在 FB 这边，它其实还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民众还是可以在网页上面看到，然后购买，甚至他们还是可以就直接寄过来。动保团体批评农委会无作为，将问题撒给地方政府。农委会是表示，因为面册顶社群是经瓜公司，若法令管会到的，就会尽量调查。案件若有发现行为人，嘛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开罚。记者在立法会台北场报道。水利署第9河川局监测花莲木龟溪的生态，结果翕到一只细熊。因为这种细熊算是外来种的动物，野外的族群数量上过多，就会对环境生态佮有农业经济造成影响。所以花莲县政府即马拍算要开始抓咯。去年10月26日，第9河川局伫花莲木龟溪吉安高滩地翕到的画面，有一只马熊对这个摄影机边啊弄入去草丛内底，就消失去。实际来到现场附近的农民拢讲，因毋捌看过，这是头一遍出现伫花莲的野外，引起重视。没有看到。你们的作物有受到一些影响吗？没有。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外来种，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其实几乎没有任何的天敌。那在去年的那个6月1号，我们国内也公告禁止输入进口，所以我们这次发现也是非常的意外。马熊的原生地是伫北美洲，因外形古水红引入来当作挺生物，不过真恶劣市常常互弃养，并若讲诞生野外较大棚了后，总计会影响到农作物、小型动物，拢会受到因严重的影响。它算很聪明的动物。人们啊，我没有挂锁头，它基本上它就有办法找机会把它逃脱了。它几乎什么都吃，所以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好。那像在邻国日本，他们也因为宠物弃养，然后造成野外有野生的浣熊出现，然后也造成他们非常多的经济上面的损失跟困扰。因为马熊伫2017年造成日本的农损超过3亿2的日票，日本政府已经来做计划性的刷除。台湾虽然伫2022年6月7日甲马熊甲列做是进口管列的名单，不过并无禁止甲饲。目前县府干那会当找人来甲抓，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再饲饲咧个甲乌白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嘉罗兰风景区传出讲2月7日要开始收费。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是表示讲，目前是还无公告，也毋过开始收费的计划。等待停车设备拢建设好势哦，停车就会开始收费咯。寒天东海岸难得出现夏天，早起一台游览车就载着游客到东海岸嘉罗兰风景区拍日头看风景，也有不少游客开车到嘉罗兰风景区来行看看翕相。目前嘉罗兰风景区也是免费进入，不过附近1公里外的小野柳风景区都爱收停车费。免费的景点亲像卡吸引游客，不过即马传出东管处预计2月7日开始，要对进入嘉罗兰风景区的车辆收费，乌托拜上侪也爱收20块。带团旅游业者感觉，佫爱加一笔开销咯。像一天下来10几个地方的话，就1000多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收费应该再考虑一下。叫一下清协会去运动来了，但是不要收太多了。每当有收费的时候，大家就会迟钝一下，所以不收费比较好。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网络传出2月7日爱收费是无正确信息，不过确实有委托停车场业者规划科技化的停车场管理系统，不过目前还未完成相关的申请，收费日期也无确定。厂商会依照这一个停车场法的一个规定去申请路外的一个停车场拿到这个证件之后，才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收费。东管处强调，未来嘉罗兰风景区的停车管理系统会甲小野柳风景区的设备结合，作为观光人流车流的即时统计监测示范点，也会当提供游客即时停车位查询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逐当的11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哦，是紫斑蝶、青斑蝶落南过冬的时阵。最近这几冬哦，保育团体嘛发现讲，因飞到位的时间是愈来愈晚咯。今年的数量嘛减少真侪。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可能是甲这几冬哦，寒人无介寒，温度较悬有关系。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前2年冬天拢大量路过台东操作牧场，留伫高斯佛泽兰的花蕊顶悬树壁。啊，不过牧场观察今年冬天这条路径的紫斑蝶减少真侪，只剩少量的小文青斑蝶伫园区采蜜。上周的话，还有大概看到50-60只的那个紫斑蝶。那这几天可能是因为下雨，所以紫斑蝶到目前为止就还是今天都还没有看到。因为操作牧场前的高斯佛泽兰是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的闭关食物，会吸引来者搁飞去蝴蝶谷。啊，不过即马应该是因大批南线过冬的时间，3月过北返，生态地煞无发现，真无正常。专家认为，蝴蝶大冬爱受低温的刺激，可能是温度也无够低。温度事实上还算是偏高，所以说呢，它只要往南移动，而不需要进入到蝴蝶谷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环境里面，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台东各地我们都可以散居的看到这一类的紫斑蝶跟小金斑蝶这一类的越冬的一个蝴蝶。刘振通讲，紫斑蝶其实活动的时间也慢慢的减低，这种现象为2007年就发生，因为蝴蝶活动的行为了解气候暖化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国内民众脚头有关节退化比例大约是15%，有350万人。传统拢爱开刀手术，也毋过中兴大学甲咱国内医疗单位最近就利用抽病人的血来进行细胞的培养，产生胶原蛋白质，再个注到病人的关节，会当来控制病情哦。这个研究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顶头。虽然食老有维持运动的习惯，不过咱台湾也是有不少长辈因为退化性关节炎的关系，行动变甲无啥方便。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个人脚头夫关节退化比例大约有15%，按算有350万人。也若即马中兴大学甲国内真侪间的医疗单位，做伙开发出用患者自体血分化出会当抗发炎的吞噬细胞，会当来修复退化性关节炎的损害。利用自己的血液里面的单核球，利用单核球可以产生胶原蛋白跟抗发炎的能力，发炎的细胞去掉，留下这个可以帮助修复的单核球，然后再把它打到关节里面去。中兴大学的苏福宁教授表示，例行的加关2倍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咱人只要成年了后，愈血就减愈多，就算要用食的来补做复健，帮助嘛是真有限。佮加上周边的组织发炎，就会引起退化性关节炎。目前除了靠止痛药啊，无就是爱换人工关节。如今透过新的治疗方式，注一届这种痧都有摘掉通挡2年以上。然后它在活的时间，它就一直分泌有用的一些蛋白质、有用的生长激素，所以就可以使这个效果可以长久。医师表示，退化性关节炎60岁以上的长辈开始发生，70岁以上的佫超过4成。这样新技术在20个重度患者的实验当中，超过95%拢有明显的改善。研究成果嘛登上国际期刊，未来会提供更较完整技术，扩大使用伫临床医疗领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美国国会英语演讲遭受到恶落，也毋过伫事实上几啊当前伊的英文是无介好，所以下真侪苦心来学英文。因为战争，美国提供真侪武器，乌克兰的阿兵哥嘛必须要学会晓英文，才有法度来了解讲安怎来使用这武器。佮加上世界的各国拢派人来支援战争，所以嘛拢需要用英文来沟通。速度用时防混淆，是非经过不敌人。这2句古话讲出基辅军事基地这2名认真上课乌克兰官兵衷心去读英文的心情。正线用的美国援助的武器，比如俗称海马式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训练手册拢是英文，佮加上来自世界各地外国籍的志愿军沟通，英语也是上好用的第一选择。在读册时阵所学的迄点破英文，根本是无什么路用。The whole system was inadequate, as I see now. I mean, we were just learning tex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m. Nothing, just nothing. Nobody could use it in real life.
50岁所带田科甲36岁卡姆特斯基，平常时离开战场了后，就甲原本伫学校做老师的切克佐瓦学英语，因也有一个真好的学习对象。We have artillery. Yes. Thank you. We have it. Is it enough? Honestly, not really. A few years ago, he has awful level English. Yeah, everybody knows this, but he learned. He very. I think we have a great president. 为帮助前线士兵克服这语言障碍，35岁切克佐瓦放弃做安分的老师，伫战地教官兵学步英语。最近的几节课拢是较现实的用法，亲像受伤半自动化、杜装所、电网等等。伊捌伫东部顿的刺客基地内底5个月，甲官兵斗阵吃斗阵大，甚至参加因的训练。I think that teaching English in this case is this small contribution that I can do for my country, for the people of my country, and for the military who are protecting us from this terrorist attack. 虽然学生未少进步，暗过切克佐瓦向国际组织申请基金，想要扩大举办战地英语课程，却踢到铁板。伊指出，这团体真乐意帮助囡仔动物老人，甚至国内外无厝通住的人，暗过无法度当去捐钱给军方。公司新闻王慧文评价。咱再来看，酸蚵搭是海洋真重要的生物，也是生态的指标。咱来看泰国东部的海域，最近有酸蚵为着病变黄死去，佮拖了真紧，目前是佮找无办法来处理。这是北外泰国东部真出名的观光点帕塔亚，一个叫做沙麦山岛附近的海域。最近一冬以来，科学家发现海底的酸蚵搭去感染着一种黄带病。这种黄带病是霾菌所造成的，酸蚵感染以后会变作黄色。过60年前，捌伫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域造成大量的酸蚵搭死亡，但是伫泰国是头一摆出现这种黄带病。แต่โรคปะการังแถบสีเหลืองตอนนี้เราพบว่าเมื่อปะการังเป็นโรคแถบสีเหลืองแล้วเนี่ยไม่มีการฟื้นตัวจะค่อยๆตายไปจนตายทั้งโคโลนี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เนี่ยโอกาส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เป็นแล้วตายเนี่ยก็คือปะการังที่เป็นโรค酸蚵若是染到黄带病，就一定会死去，而且目前为止找无治疗的方法。科学家即摆会当做的，就是尽量收集感染黄带病酸蚵搭的样本，再登去实验室做更较详细的分析。好好研究要安怎阻止酸蚵感染的范围继续扩大。记者感恩恁朋友。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